你闭上了眼睛，眼前就什么都看不见。在台湾没经过60秒，就有1分钟悄悄流逝在身边。听君一席话，怎么还是如听一席话的感觉？遇到困难千万别低头，会挤出双下巴的肥肉边。只要每天剩下1杯买手摇饮的钱，别急着花。10天之后你就能一口气买10杯来喝茶。举动机未婚生子的人，绝大多数都还是未婚啊。只要把问题丢给别人，问题就不再是你的啦。努力不一定会成功，但不努力一定很轻松。如果觉得今天真的很糟，别灰心，明天也不会更好过。不要放弃你的梦想，赶快去睡着做梦。成功的人背后通常都有一根脊椎，那些杀不死你的，会让你痛得半死流泪。钱买不到快乐，是因为你的钱不够多才对。如果你一直觉得冲，不要怀疑，那就是绝对。你的长相完美，避开了父母所有的优点。30岁前存到100万，户头刚好就是100万的钱。发现每天喝水的人100%会在100年内长面。台湾的冬天若是不冷，其实感觉还蛮热的，流汗。努力不一定会成功，但不努力一定很轻松。如果觉得今天真的很糟，别灰心，明天也不会更好过。不要放弃你的梦想，赶快去睡觉做梦。成功的人背后通常都有一根脊椎，那些杀不死你的，会让你痛得半死流泪。钱买不到快乐，是因为你的钱不够多才对。如果你一直觉得冲，不要怀疑，那就是绝对。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，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。而你说不出哪里差，随便找个人都能换掉。只要肯吃苦，就会有吃不完的苦将你围绕。这首歌唱到了这里，其实什么重点都没想到。成功的人背后通常都有一根脊椎，那些杀不死你的，会让你痛得半死流泪。钱买不到快乐，是因为你的钱不够多才对。如果你一直觉得冲，不要怀疑，那就是绝对。成功的人背后通常都有一根脊椎，那些杀不死你的，会让你痛得半死流泪。钱买不到快乐，是因为你的钱不够多才对。如果你一直觉得冲，不要怀疑，那就是绝对。在台湾没经过60秒，就有1分钟流逝了。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，赶快去睡吧。